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今仔日来看这三个，伫咱的日常生活，常常讲到用到的成语，台语安怎写、安怎讲？先来看错综复杂，台语讲圆甜插杂，是咧形容代志复杂无好处理。像讲圆甜插杂的两化关系，瞬息万变的国际情势，拢牵动到台湾的经济走向。因三个人的关系圆甜插杂，你要做公亲，替因排解疏远，恐惊真困难。过来华而不实，台语讲好看头无内在，就是外表虚华，但是无实在，就是大箍好看头尔尔。伊这个人就亲像菜头磅心，好看头无内在，讲两三句话就互看破骹手。啊，若气势纵横，台语讲目屎流，目屎滴，也则是目屎四南水，就是哭甲真伤心，哭甲规个面拢是偏甲目屎。伊讲着家己悲惨不堪的过去，是讲甲目屎四南水。伊讲伊绝对无做歹心态，伊讲伊是冤枉的，是讲甲安尼目屎流，目屎滴，真委屈。今仔日的台语字实在真趣味。